其實我哋讀以賽亞書裏邊咧，就可以用唔同嘅解經方式，又或者用一個唔同嘅主題嚟到去有唔同嘅分段，因為呢樣嘢非常緊要啊。點解咧？每一個人去睇一段嘅經文嘅時候咧，佢會有唔同嘅領受，所以咧佢亦都會透過佢所睇到嘅嘢嚟到去話俾佢聽。咦？呢段經文可以係咁樣解嘅喎。嗱，各有各唔同嘅觀點。嗱，咁喺筆記裏邊咧，我就俾大家咧有7個唔同嘅讀以賽亞書，唔同嘅人嚟到去點樣睇以賽亞書。嗱，咁7個裏邊咧，你又首先睇第一個，用1.1嚟去睇嘅時候咧，就用一個嘅王朝嚟到去分界。因為喺以賽亞書裏邊咧，重點有3個嘅王朝。第一個嘅王朝咧就係烏西亞，第二個王朝咧就係到亞哈斯，第7章開始，到最15到66章裏邊咧，其實呢一段嘅時序裏邊咧係描述到希西家嘅。嗱，咁所以咧，如果你用一個歷史嘅角度，3個嘅王朝就等同咗一個嘅主題啦。嗱，你可以純粹從一個歷史觀去睇以賽亞書，呢個係第一個方法。第二個方法咧就係用神嘅角度啦。嗱，神嘅角度可以點樣講睇咧？譬如話咧，我哋係通常嘅分界線咧，就係由第1章去到第35章咧，就係大部分係一個責備審判嘅信息，因為係透過先知話俾佢哋聽，其中呢一個嘅問題喺邊度？嗱，即係佢勸勉佢哋要悔改啦，歷史嗰個嘅環境，你哋應該要悔改啦，嗱，回轉啦，呢啲係重點嘅信息。好啦，咁跟住咧，由36章到39章裏邊咧，特別係記載咗4章啊，呢4章嘅聖經裏邊咧，係記載咗4個唔同嘅事件，幾個唔同嘅事件咧，應該係話，譬如話希西家患咗希西家兵臨城下，跟住希西家患咗病，希西家將猶大國裏邊一啲聖殿嘅寶藏話俾佢哋聽，跟住到最後先知嚟到去責備，唔係呢4件嘅事咯，以至到話預言到將來你哋會滅亡啦咁，或者國會覆亡啦咁等等。好啦，嗱咁咧到後來嘅第40章去到第66章咧，就係提及到一個安慰拯救嘅信息。咁喺個時序裏邊咧，就會慢慢透過中間嗰個歷史嘅轉介，由亞述轉到去巴比倫。一去到第40章嘅時候咧，就描述到咧巴比倫嗰度嘅時候咧，嗰個環境同埋嗰個內容裏邊咧，係講到佢哋會滅亡啊，講到佢哋會覆亡啊。但係神有預備有拯救，為佢哋預備一個嘅僕人。另外咧喺咁多章裏邊咧，常常都講到佢哋會歸回，翻到耶路撒冷嗰度嘅信息。另外再重點嘅去講到咧，呢個嘅僕人咧係點樣啊？呢個僕人裏邊咧係當中可以睇到咧，佢能夠係為我哋嚟到去救贖等等嘅嘢。跟住咧到第3個段落，第3個段落裏邊咧就係神嘅僕人嚟到睇啦。嗱，因為喺整個嘅以賽亞書裏邊咧，係同其他先知書裏邊冇記載到嘅，佢就記載到咧喺當中裏邊有個叫做即係彌賽亞之歌有4首嘅。咁咧嗱，譬如用一個彌賽亞之歌嗰個角度，一個彌賽亞嘅僕人嘅角度，彌賽亞即係主耶穌啦。其實即係話預示到耶穌嗰個嘅出世降生點好多唔同嘅預示。嗱，喺咁嘅經文裏邊咧，以賽亞書裏邊又有咁多嘅經文係可以將呢個彌賽亞個輪廓嚟到去介紹嘅喎。咁如果你睇翻上個禮拜嘅筆記嘅時候咧，以賽亞書嘅記載同埋耶穌嗰個嘅生平一啲嘅事蹟裏邊，同埋引用嘅經文，你咪睇到咯，係咪啊？好啦，咁咧一到第12章咧喺1.3嗰度，就係以色列作為神嘅僕人嘅職分啦。第13到第35章咧就係神列國嘅主宰，係睇係值得信靠嘅對象嘅。咁跟住咧36到39章就係信靠嘅功課啦，因為希西家嘅信靠啊嘛，係咪講到啊？好啦，咁跟住咧就係嗱嗰個歷史咧就係亞述啦。咁跟住去到第40到55章就係對神僕人嘅呼召啦。56到66章咧就係神僕人嘅標誌啦，神嘅屬性啦。好啦，咁咧好多唔同嘅角度喎。咁咧我哋重點可以能夠去睇到咧，即係其實嗱3個角度喎，從歷史角度，從神嘅一個先知嘅角度，
從僕人之歌嘅角度。咁你留唔留意到啊？其實你無論去用乜嘢嘅角度嘅時候去睇聖經咧，都會有嗰個信息同埋個主題，你係會講得通嘅喎，係咪啊？嗱，三樣嘢啦。第四樣嘢，用信心嘅角度啦。如果以一個信心嘅角度嚟到睇到咧，你就會睇到信心嘅錯置，以色列人咧嘅信心對象搞錯咗，無論領袖啊、能人啊、軍事啊、政治各方面都搞錯晒。第二點13到23章嘅話咧，就係信心嘅錯置啦，因為呢一段裏邊好大部分係講到列國嘅審判呢段嘅經文，咁而咧列國嘅信心對象亦都係搞錯嘅。其實係呢一段信息係向列邦嚟到宣告，叫佢哋回轉。嗱，一樣通嘅噃。去到24到27章係正確嘅信心啦，要信靠上帝係掌權嘅，佢掌管天地萬物所有嘅一切。咁咧就係你哋當倚靠耶和華直到永遠，因為耶和華是永久嘅磐石。到28到33章啦，係講到信心嘅本質。呢個本質係乜嘢咧？呢度有一節嘅經文係好好嘅，佢話得救在乎歸回安息，得力在乎歸回安靜安穩。咁所以咧呢段咧裏邊咧有啲嘅人咧去睇到就話，會唔會係講到應該真正嘅信心對上帝嘅倚靠嗰個重點嘅信息咧？係咪？好啦，咁跟住咧34到35章係講到信心嘅盼望。呢段咧係好特別嘅，係講到以東嘅審判個重點啊。但係嗰個盼望係乜嘢咧？因為以東係代表咗一個罪惡嘅勢力，與神為敵嘅，佢哋都會傾覆。嗱，咁啊精彩咯呢一度。好啦，咁跟住咧就去到36到39章咧，就係講到信心嘅功課啦，希西家啦。跟住40到48章係講到信心嘅禱告，偶像唔可以信。咁咧佢哋唔能夠同神嚟到去相比。咁而咧用乜嘢嘅形象嚟到同神嚟到比較咧？偶像只不過係乜嘢啊？一個人所雕造嘅一個嘅偶像，唔可靠，唔可信，係咪？咁同埋你會睇到咧，即係慢慢睇嘅時候咧，咦係喎，都係同信心有關係嘅喎。因為人嘅信心擺錯咗位置啊嘛，所以佢咪覺得嗰啲偶像係神咯，係咪啊？好啦，又講得通咯喎。49到第55章，正確嘅信心就係信靠神呢個受苦嘅僕人，為我哋嚟到犧牲，係咪啊？咁於是咧呢一段裏邊咧，有好多人咧就認為咧，因為我哋認識上帝嘅義僕，稱為義啦。所以咧，我哋應該佢為我哋嚟擔當所有嘅罪啦。好啦，咁跟住咧就去到第55到66章啦，就係信心嘅得勝啦。佢哋被擄得釋放，將來佢哋能夠享受神永遠嘅計劃。呢個係一個好大嘅信靠，同埋咧係能夠可以喺神裏邊有永遠嘅福樂。咁呢個整個以賽亞書，如果你用一個信心嘅角度嚟到去睇嘅時候咧，又能夠去解得通喎。信心嘅角度。好啦，你們若是不信，必然不得立穩啦。好，到去第5個解釋嘅角度，就係以獨一神嚟到睇啦。如果用1到第12章嚟到睇咧，就係定罪有呼召嘅神，因為以色列違約。偉大聖潔嘅神，你要呼召以賽亞向佢哋宣講重要嘅信息。第二個，你可以用神嘅角度，第13到27章就係消滅傲慢嘅列國。嗱，列國以為佢哋自己係最強盛、最強大，但係原來上帝掌管列國，同埋咧人嘅歷史同埋咧嘅興衰咧，都掌管喺神嘅手裏邊。咁啊〜有啲人都仲係唔信呢樣嘢，就永遠都係強權嘅，永遠都係強國嘅。嗱，各邦嘅興衰係有更替嘅，讀歷史就知㗎啦。無論中國歷史、歐洲歷史，係咪啊？永遠冇一個帝國咧，可以話唔知超過幾多年嘅。咁如果我哋會睇翻歷史嘅時候，就會知道原來歷史嗰個興衰咧係掌管喺上帝嘅手裏邊㗎喎。嗱，咁呢個先至係我哋需要學習嘅功課咯。人就唔好諗住喂，人定勝天喎，我哋鬥得過個天嘅喎。咁呢樣嘢就永遠係自高傲嘅心態啦。好啦，咁跟住咧，你再睇翻28到第39章嘅時候咧，神保存餘民嘅神，
真以色列人，包含咗外邦嘅新群體。到40到55章啦，就係施行拯救嘅神，佢係神嘅僕人。即係譬如話頭先嗰度又用翻嗰個受苦僕人嗰個信息啦，包含咗啦。咁跟住咧56到66章係講到創造新天新地嘅神，好精彩啊！嗱，即係話你唔用唔同嘅角度去解釋以賽亞書嘅時候咧，但係你要一定要喺個主題裏邊咧揾到個中心，你就能夠讀落去嘅時候就會通順啦。但係你就唔好左抄一忽，右抄一忽，嗰度一忽，咁咧你就永遠讀唔通嘅喎。你係要主題要統一，你先可以讀到啦。好啦，咁咧嗱，我今日咧就會用呢一個嘅 format 同大家講啦。我咪同大家講過咧，以賽亞書係由10個小段落嚟到去鋪排而成噶嘛。我就用呢個段落同大家嚟到做分析。咁我覺得咧，因為我嘅讀書裏邊咧，讀以賽亞書咧，我花咗好多時間去做研究啦，咁同埋讀書啦。咁我就覺得呢一個嘅組合咧係最適當嘅，同埋解釋得最透徹嘅，最容易明白嘅。嗱咁咧10個嘅組合咧就係講到1到6章就係猶大鐵石心腸啦，7到第12章就係以馬內利之書啦，13到23章就係列國嘅審判啦，24到27章就係啟示啦，一個小嘅啟示錄啦，28到33章就講到禍災啦，跟住34到35章係講到以東啦。36到39章就係歷史啦，希西家嗰段嘅歷史啦，得勝。好啦，嗱記住呢7個可以從歷史角度同埋可以從神嘅角度、先知審判嘅角度嚟到去睇呢7個大段落個噃。好啦，咁跟住咧後段嗰3個段落咧，我就用一個聖父、聖子、聖靈，咁大家好記啦，就嘅段落咁嘅模式嚟到話俾大家聽。嗱，譬如咧40到48章裏邊咧。佢係講到榮耀嘅更生，又話係救贖主被擄歸回啦，真神對假神啦，個重點都係從神嘅觀點出發嘅，上帝嘅觀點，神啦，聖父。好啦，咁跟住咧49到57，我哋可以睇到彌賽亞嘅角度啦，僕人之歌啦，受苦僕人啦，係講到聖子。跟住58到66章咧，係預備進入新天新地。人要生命更新改變，我就用聖靈嚟到去貫穿，好嘛？嗱，呢個只不過係一個嘅方法啫，未絕對係嘅。但係可以幫我哋能夠去認識以賽亞書。將來如果有啲嘅人比我更高超嘅，或者係更精彩嘅，我正拭目以待。我希望大家有喺對聖經嘅裏邊咧，有更多嘅一啲嘅新嘅亮光俾大家能夠睇到。不過，你一定要睇，你先至會明。你齋聽我講咧，你聽幾多錄音帶都好，或者聽幾多講座都好啦。你自己唔去睇嘅話咧，你永遠都唔會明，明嘛？只不過一個學説。但係你睇完咗之後咧，你就會知道啦。嗱，我應該會用呢個方法嚟向大家嚟到解釋66章係啲乜嘢。好啦，咁跟住咧再睇翻個大圖畫啦。嗱，呢個大圖畫咧筆記都有㗎啦。咁通常咧喺以賽亞書裏邊咧個分段個段落嗰個結構咧，就呢個我哋通常慣常就係用一個結構式嘅分佈啦。1到第39章係審判信息，由第40去到66咧就第2個段落就係拯救嘅信息。嗱，好極端嘅一個審判一個拯救，咁大家就好多時候會集中晒睇第40章後邊嗰啲，就冇睇前面嗰啲。但係佢哋前面嗰啲咧，同後邊嗰啲咧係互相有關聯嘅喎。嗱，咁所以睇聖經嘅時候咧，一定要上文下理，前後要貫通，你至解得通。如果唔係咧，你抽來抽去嘅話咧，嗱，其實講道咧，我話俾大家聽咧，講道只係講少少嘅啫。你喺講道信息裏邊，係咪啊？喂，你會唔會一個鐘頭裏邊講晒成卷以賽亞書俾你聽？係冇可能嘅，係講一小執。但係一小執裏邊咧，跟住又要講啲生活應用喎，又會將原本嗰個信息扯開咗喎。所以如果你一定要嚟去自己進修嘅時候咧，或者係自己去靈修嘅時候咧，你就一定要能夠要有自己嘅操練，去自己睇聖經啦。聽道只係聽少少嘅咋，你自己學嘢學得最多係你自己學睇聖經睇翻嚟。好，嗱，兩大段主題1到39章裏邊咧。呢度咧有個結構嘅，就係審判猶大啦、審判列國啦，同埋審判猶大。
用咁嘅角度嚟到睇嘅時候咧，咦咁你咪明咯，係咪啊？好啦，咁跟住咧就係嗰個後邊嗰度啦，40到66嗰度係一個主題拯救，1到35咧就係責備，跟住呢個係一個歷史片段，40到66就係安慰。咁而跟住咧嗱，我呢度下邊有細分啦，第一個 column， 第二個 column， 第三個 column。第一個 column 裏邊咧就係講到嗱，你會睇到一個信息，1到第12章論猶大同埋以色列啦，個對象就係佢哋咯喎。跟住1到5係猶大嘅審判猶大同埋以色列啦。第6章就好明顯就係以賽亞嘅蒙召啦。跟住到第7到第12章咧就係講到以馬內利與彌賽亞嗰個角度啦。跟住13到23章咧就將10個嘅國。巴比倫啦、亞述啦、非利士啦、摩押啦、大馬色啦、古實啦、埃及啦、以東啦、阿拉伯啦、耶路撒冷啦，即係猶大國、推羅呢啲地方咧，佢哋將會被傾覆。列國嘅審判嗱，先知書慣常都係有列國嘅審判㗎啦，係咪？無論你讀阿摩司書啊，係咪？其他嘅經卷都有列國嘅審判喎。咁好啦，咁跟住咧。去到24到35章嘅裏邊咧，個重點主題你可以睇為一個刑罰同埋復興，然後話全然勝利7個嘅那日，跟住咧28到33章裏邊咧有6個嘅禍災，成日都講禍災，咁嗰啲人咧去讀呢段嘅時候咧，就用禍災呢度開始框住嗰段想講啲乜就喺嗰度啦。咁跟住咧34到35章裏邊咧個結構就係講到刑罰同埋復興咯。好啦，咁我哋了解咗呢一度咁大段嘢咯喎，好多嘢㗎，因為都好啦。咁跟住咧，再睇翻個歷史啦。頭先嗰個歷史咪嗰幾個樣嘢咯。個重點就係耶路撒冷被圍城，西拿基立圍困佢哋。希西家向神祈禱，揾以賽亞，係咪？跟住神應許佢哋一定會被救贖。跟住西拿基立傾覆，佢哋185000嘅軍兵全部死晒，咁跟住圍城被解放，佢哋得釋放，歸榮耀與神。跟住又講到希西家有病，求神俾佢15年嘅壽命。跟住到第39章，咪嗰啲咁嘅信息咯。嗱，但係呢一度嘅歷史係一個過渡喎，由亞述轉到去巴比倫，因為佢見巴比倫嘅使者啊嘛，第39章嗰度係咪啊？咁所以咧，你睇到嗰個過渡啊 ，transform 咁好快會過咗去啦。跟住呢一度咧，就全部都係嗰個信息裏邊咧，就講到歸回啦、重建啦、榮耀啦咁。好啦，咁咧就嗱呢個咧了解嗰個輪廓先啦。嗱 ，up to 你用乜嘢方式嚟到去讀聖經，同埋用乜嘢主題嚟到解釋啊？嗱，呢個咧就係近代裏邊。大部分嘅學者佢哋對以賽亞書裏邊一個嘅解釋，但係各家各法、各碼各責，呢個係一個功夫口訣嚟嘅。各家各責，即係話咧，國家有唔同，即係每一個人佢有唔同嘅睇法，有唔同嘅詮釋，但係還原基本步，跳過舞㗎啦，係咪啊？跳舞跳過未啊？跳無論跳拉單時候好咩嘢都好，都係有個還原基本步啊嘛，都係要你嘅基礎好，你先至能夠融會貫通，先至能夠去明白嗱。所以咧練拳就唔練功，到老就點啊？一場空咯，啱唔啱啊？淨係齋聽，自己唔去睇，永遠都唔會記得，因為你冇基本功啊嘛，啱唔啱啊？好啦，而家開始入基本功。1到第6章裏邊咧，第1章裏邊咧，你會睇到就係控訴猶太人嘅罪。咁控訴猶太人嘅罪咧，就講到佢哋咧，牛都會認識佢嘅主人啊！喺第1章裏邊講到，佢哋連上帝都去抗拒，唔認識，嚟到去悖逆。咁於是咧就講到先知就對佢哋嗰個嘅審判啊。咁而咧同時亦都預告咗審判之後咧，佢哋會被救贖。呢個係第1章嘅信息。第2章嘅信息就係講到咧，彌賽亞時代裏邊嘅榮耀景況啦。末後嘅耶路撒冷將成為萬民歸向耶和華嘅中心，即係講突出咗咧耶路撒冷呢笪地方喺將來嘅重要性。
因為佢哋會被擄被歸回翻到去耶路撒冷，跟住耶路撒冷會歷劫好多嘅朝代嘅興衰個興替，跟住巴比倫統治佢哋嘅時候，佢哋亡國啦，將佢哋被擄晒去啦，係咪啊？跟住點樣啊？波斯王釋放佢哋啦，翻到耶路撒冷裏邊，佢哋歸回啦，再重建聖城啦，係咪啊？還有點啊？仲有就係後來過咗冇幾耐嘅時候，歷史個轉替，慢慢佢哋又落入咗，除咗波斯年代之後咧，就去到希臘時代啦。希臘時代之後咧，又進到去羅馬時代啦。咁咧由佢哋被擄歸回之後，最拉尾嗰一卷書嘅馬拉基書，去到耶穌出世嘅時候咧，相距大概400幾年嘅時間。咁呢400幾年咧，聖經就冇再默示啦。但係呢個世界嘅歷史仍然係轉動緊嘅喎。但係耶路撒冷仍然係受到好多嘅災害嘅喎。咁你睇翻啲猶太古史咧，就會知道啦。喺耶路撒冷裏邊咧，真係一個歷劫嘅地方嚟嘅。到末後啦，真係講到去啟示錄啦。將來亦都係耶穌翻嚟嘅時候喺邊度啊？橄欖山啊嘛。咁亦都係耶路撒冷地方嚟啦。咁而家今日最混亂嘅地方係邊度啊？又係中東。中東最混亂係邊度啊？又係耶路撒冷。明嗎？嗱，所以咧，其實你對於時代脈搏嗰個掌握咧，你一定要記住耶路撒冷係非常重要嘅。你睇下以色列有咩風吹草動咧，就影響我哋噶啦。OK， 第3章啦，講到描述猶大因為罪而遭受到審判，被權貴剝奪，社會動盪不安。嗱，呢一章裏邊好特別嘅咧，就係將到權貴所犯嘅罪列舉，通常都係嗰啲噶啦 ，corruption 貪腐、人性嘅敗壞、有權之後嘅人力，通常就有勢，有勢之後就跟住埋沒人性、逼迫人民，係咪？還有就攞人嘅田地，加你重稅。人哋就會覺得喺個社會裏邊就會動盪不安，甚至乎逼良為娼啊等等啊！呢個世界裏邊成日都係咁樣一啲嘅事情啦。咁還有就係強權高壓啊、巧取豪奪啊、欺詐等等嘅嘢啊出現啦。咁呢個係咪呢個世界現象啊？從有人類歷史到現今都係永恆不變嘅，呢啲嘢係存在嘅。制度嘅改變只可以限制於某一個方面。咁咧，其實你會睇到先知所有嘅想法同埋神嘅啟示，你會俾到原來點解會將來會有新天新地啊？人只唔係即係譬如話人並不是只係喺今生裏邊去活啊，還有永恆嘅。咁如果呢個世界裏邊真係揾唔到一個咁重點嘅嘢，點解聖經裏邊好常常要強調到將來新天新地，同埋點解要有審判先？如果呢個世界冇審判嘅話，有都人咁樣問過我咁嘅問題。佢話冇審判嘅時候，呢個世界咪好唔公平？係啊，真係好唔公平嘅喎！你諗清楚係咪？啱唔啱啊？嗱，咁所以咧，聖經都講啊嘛，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啊嘛。但係而家啲人佢唔會理後邊嘅，佢只會顧住今生。啱唔啱啊？嗱，呢個就係個價值觀問題啦。真係唔會留意到，喂！我今日先同我太太朝頭早講嘅時候，我話呢個世界有天理嘅。咩叫天理啊？你唔好諗住你做衰嘢，冇人收你啊，個天收你啊。啱嘛？我唔係講笑嘅。我話我識好多人咧，即係我又唔會同佢得罪佢嘅。咁同埋咧，有啲人咧，即係佢做咗啲衰嘢咧，我話快啲悔改啦，唔好再做啦。嗱，我細個嘅時候咧，我成長咧。喺個鄉村裏邊，嗰個鄉村裏邊咧，好多污糟邋遢嘢嘅，外圍檔又有啦。咩叫外圍檔啊？係啦，即係譬如話，我哋嗰陣時咧，綠村電台我仲記得，賭狗嘅，賭馬嘅，落欖嘅，即係落馬欖嘅，落狗欖嘅，咩2村3、3村7嗰啲咧，我識㗎。跟住喺公園度，我曾經亦都俾人嗰時細路仔唔知訂啦，咁誒幫人帶白粉都唔知啊！佢阿細路幫我攞啲嘢俾阿邊個？後來我先知，我哥同我講翻：喂，傻㗎你！
俾差人周到你就上身㗎啦咁。即係你明解嘛？我唔知啊嘛，因為嗰陣時咁我以後唔咩咯，唔做好人咯。咁其實一個罪惡嘅裏邊，一張白紙你都可以被污染嘅，係咪？你嘅良心去咗邊度咧？我成日都會記住㗎啫，我要向天交代嚇，我唔做衰嘢嘅嚇。我知道有啲嘢咧，就算我知道都好啦，我唔會掂嘅。咁所以咧，行善為人咧，最緊要一樣嘢咧，即係話呢一度呢段嘅信息裏邊，從以賽亞書去睇到咧好多嘢咧，你慢慢會睇到原來人性真係咁敗壞、咁扭曲嘅喎。但係我哋不以為意㗎，我哋覺得好平常啫，好似睇港劇咁、睇韓劇咁，咪大把呢啲人係咁㗎啦，係咪啊？嗱，好啦，繼續第4章，宣告喺審判之後咧，將有新嘅枝彌賽亞被興起。喺末後嘅日子，耶路撒冷將被潔淨同埋得榮耀。到第5章啦，我哋好熟悉㗎啦，葡萄園之歌係咪啊？上帝再種咗個葡萄園，但係呢個葡萄園後來變咗荒涼，生咗好多雜草，係咪啊？於是上帝將佢拆毀，嗱就係呢個葡萄園之歌啦。以作為一個比喻嚟到控訴猶太人，嚟到佢不公不義嘅罪行，預言神對佢哋嘅審判將會嚟到。好啦，咁跟住去到第6章，以賽亞書睇到神喺聖殿裏邊榮耀嘅異象，而咧佢哋會被潔淨，佢被潔淨。嗱，佢知道佢自己係一個嘴唇不潔嘅人，但係佢見到一個異象，上帝同佢講：邊個肯為我去咧？我可以差遣誰咧？以賽亞嘅回應係咩啊？主啊，我在這裏。請差遣我，記唔記得？記得啦嘛。差傳年會一定講呢段嘢嘅。不過我哋都好少返差傳年會，或者我哋教會都冇差傳嘅意念，有意念都好。不過我哋都或者係忘記咗啦，係咪？好啦，咁呢度咧就係以賽亞裏邊所睇到嗰個異象啦。好啦，佢被召，跟住進入到第7章裏邊咧，係一個新嘅段落。嗱，呢個係第一個段落啦。到第7章嘅時候咧，嗱，我哋歸納翻第1到第6章啦，嗰個信息先啦。第1、第6章裏邊咧，描繪咗猶太人嘅罪，上帝施行審判。嗱，我會點解會做一個 summary 咧？係一個歸納咧。我好想將1到第6章裏邊我所睇到嘅嘢話翻俾大家聽。咁你咪讀起上嚟嘅時候，你讀第1、第6章，你咪唔會離題咯，離開咗個重心咯，係咪啊？好，咁咧就係講到猶太人嘅罪，上帝施行審判。喺審判之後咧，因為彌賽亞嘅嚟到，佢哋得到救贖、榮耀嘅盼望。咁咧，亦都係頭先嗰個進路啦，就係開頭上帝話佢哋叛逆啦，受到譴責啦。跟住咧，先知預言耶路撒冷啦，係成為咗全世界嘅光啦，要留意耶路撒冷啦。當時百姓所犯嘅罪咧，包括咗崇拜偶像啦、物質豐富啦、炫耀自己嘅自高自大啦，去否認上帝啦。跟住神係會施行審判，就好似葡萄園嘅被拆毀一樣啦。跟住再講到以賽亞嘅被召個信息，呢個就係第1到第6章裏面所講嘅重點啦。到第2個大段落，彌賽亞嘅嚟到第7到第12章，透過一個歷史嘅事件、先知嘅預言。第7章嘅裏邊咧，就描述到咧開頭嘅時候咧，亞述人嘅威脅入侵。咁於是咧，神就差遣以賽亞咧，就係見猶太王亞哈斯，咁提供咗一個兆頭。呢個兆頭即係話一個預兆，一個嘅警告，將來必有童女懷孕生子。咁呢個所生出嚟嘅細路仔咧，就叫做以馬內利。咁以馬內利就係神與我哋同在啦。咁喺呢一章裏邊咧，好強調到人對神嘅信靠同埋唔信靠。你信唔信靠神啊？你信唔信上帝與你同在啊？定係話，我都唔覺得神同我同在嘅，我自己有自己嘅生活嘅。咁咧跟住咧就，咁如果咁嘅時候，咁我哋應該點啊？咁嗱呢度咧就係好明顯嘅喺當中裏邊咧，我哋喺危難裏邊，譬如話我哋人生裏邊有好多唔同嘅困難。咁好似亞哈斯咁，會唔會佢真係去信靠上帝咧？定抑話信外來嘅勢力，或者佢同外來嘅國家去結盟？信，嗱，佢講個例子你聽。我有個朋友，佢話：你唔掂啊，走去湛山
咁啊嚇，搞掂㗎啦，一定保守你祝福你，捐啲香油咪搞掂咯，係咪？哇，喂，未必係嘅喎，你諗下你自己點先？有冇去反省你自己有啲嘢先？我哋有危難嘅時候，我哋唔係話要尋求呢啲嘅借呢啲嘅外力嚟到去解決，而係自己裏邊要改變、要更新、要信靠。基本啦，如果你有信仰嘅時候，因為你人生有個信仰嘅時候，你有主，咁呢個人生先至會有個力量喺度啊嘛。你有信望愛啊嘛，係咪啊？你對上帝有信靠啊嘛，有倚靠啊嘛，你相信佢啊嘛。咁跟住你存咗個盼望啊嘛，係咪啊？你對人你生命改變嘅時候發出個愛心啊嘛，呢個我哋基督教嘅信仰嚟㗎。咁但係你去借助呢啲外力得唔得嘅先？我唔知，但係咁樣你處理人生嘅問題係永遠解決唔到好多嘢嘅。好啦，咁跟住咧，其實你會睇得到啦。其實就係我哋今日個信心嘅考驗去到邊度先？俾你一個叮，你自己問一問下。到第8章。以賽亞再一次向亞哈斯發出警告，預言亞述嘅侵略係將會俾猶大帶嚟一個毀滅性嘅後果嘅。而整章裏邊咧強調咗神對以色列嘅審判，以及咧嗰啲唔信嘅人將來面對嘅審判。嗱，好嚴重喎！第8章嚟我講，係咪啊？好啦，咁跟住去到第9章啦。第9章咧就係關於咧彌賽亞降臨嘅預言啦。嗱，咁我哋聖誕節嘅時候常常都講噶啦。佢係一個奇妙嘅策士，全能嘅父。永生嘅父，和平嘅君，係咪啊？咁於是咧，呢一個彌賽亞嘅降臨，其實就帶嚟咗俾人類一個好緊要嘅信息：上帝為人預備救恩，人要憑信心去接受呢一個嘅嬰孩，憑信心去接受呢一個嘅救贖，啱唔啱先？經過信心啦。咁所以咧，呢一段經文裏邊俾我哋能夠去睇到，原來神有一個美好嘅計劃，為我哋預備救贖。咁而咧，佢建立咗一個永恆嘅國度，而呢個嘅國度就係彌賽亞嘅國度啦。咁啊，去到第10章咯喎。第10章咧，從歷史裏邊咧就會睇到以賽亞預言亞述會被毀滅。嗱，呢個咧係上帝嘅作為。咁而咧，上帝亦都將會用亞述咧嚟到去懲罰猶大喎。點解會咁咧？嗱，冇人好少人會咁樣同你解釋嘅。嗱，既然神係掌管萬有，點解佢又會興起亞述，又會搞猶大啊？咁猶大係佢愛嘅喎，如果你揾個外人嚟搞佢啊？咁嗱，其實咧呢個咧就係話喺要解釋嘅時候咧，就係話亞述佢本身係一個嘅邪惡嘅，但係神容讓嗱，即係要咁解話。神容讓亞述嚟到去懲罰嗱，透過佢哋嘅暴行懲罰猶大啦、猶大國啦，你可以咁樣諗。但係到最終嘅結局就係話，其實神都俾機會亞述做，佢可以行善都得㗎喎，行惡亦都得喎，係咪啊？但係亞述揀咗佢，用佢嘅暴力去搞猶太人。但係如果譬如話，如果亞述善良嘅，好似古列王咁，釋放佢哋啦，算數啦，我哋唔好打仗啦，咁或者和平啦咁。嗱，又係另一個故事喎。但係嗰個嘅話，神係容讓亞述嚟到佢哋對猶太人嘅懲罰。咁於是咧，我哋會睇到咧，就係話，當亞述有一日佢哋都會被受到審判。頭先講過，人係要為好多嘢去負責㗎嘛。咁另一點就係，如果佢做咗一啲惡行嘅時候，同樣上帝都追討。嗱，咁咧就係好緊要喎。呢一個概念咧，就即係話，有人都亦都同樣去問嗰個問題，911嗰個問題，相同道理，你用翻呢個概念去諗就得㗎啦。咁而咧，即係我哋會始終覺得就係話，嗰個最終極嘅審判先至係最重要，係咪？嗱，但係唔好忘記喺個過程嘅裏邊，個 process 裏邊咧，猶太人係受苦嘅喎，受管教嘅喎，喺苦難嘅裏邊，佢哋會去揾翻上帝嘅喎。如果唔喺苦難裏邊，佢又調翻轉，佢咪繼續咩咯？係咪啊？做衰嘢咯。
繼續壞咯、罪咯、有罪惡咯。但係先知講咗啦，你哋好悔改回轉啦。嗱，你哋唔回轉嘅話，將來上帝就會喐手㗎啦咁。相同道理啫嘛。呢個世界今日好多人咧都會講啊，好似睇落去真係好邪惡啊！係啊，係好邪惡。但係我哋要極之要相信一樣嘢，最終極嘅掌管喺上帝嗰度。好嗱，咁再睇第11章啦。11章咧其實係關於到彌賽亞將會為以色列帶嚟咗和平同埋公義嘅預言，而上帝係應該有一個彌賽亞嘅出現喺猶太人嘅地上，去建立一個永恆嘅國度，帶嚟咗真正嘅和平同埋公義啦。嗱，你好似覺得，咦，講來講去都係嗰啲嘢嚟喎，係啊，兜來兜去嘅啫。不過問題就係話，你攞到個重點就會知啦。繼續第12章，咁跟住咧，通常美麗嘅 ending，一套戲裏邊個 ending 係用翻一首讚歌嚟到去讚美㗎啦。咁第12章裏邊咧，就用一首讚美詩嚟去做結束，將呢一個上帝嘅計劃以馬內利呢個彌賽亞嚟到去讚揚。而呢個嘅彌賽亞裏邊咧，亦都再預示咗係點啊？從大衛嘅根苗嚟到去延伸落去嘅，即係出喺嗰啲大衛嘅族系裏邊嘅。咁咧，所以咧呢一首詩歌裏邊咧，顯示咗嗰一個嘅讚美同埋榮耀啦。得唔得啊？嗱，講多兩大段落。第一個段落講乜嘢啊？猶太人嘅罪行譴責。上帝會審判，但係神亦都好似葡萄園一樣。另外，神亦都呼召以賽亞。第二個大段落，第7章開始，歷史嘅裏邊，亞哈斯面對嘅危機困難，但係神應許咗佢哋有一個嬰孩，呢個彌賽亞。亞述嘅出現係咪啊？但係唔緊要，神有佢嘅計劃。跟住咧，上帝亦都有佢嗰個安排。彌賽亞嘅出現，帶嚟咗人類一個嘅永恆嘅救贖，一個救恩。呢個大家要知啦。咁跟住，而亞述嘅出現係，亦上帝亦都講明借亞述嘅手嚟到去管教責罰以色列猶大國。但係最終極亞述係會滅亡，亞述同樣都會受到審判等等。最後到第12章以一首讚歌嚟到讚揚，得唔得啊？12章我都去咗 ，OK 啦嘛。嗱，我講冇用㗎，你翻去慢慢睇。好啦，到第3個大段落就係咧列國嘅審判啦。咁咧有人問點解會有列國嘅審判出現？用咗咁大篇幅、咁多嘅10幾章嘅聖經嚟到去講到當時嗰個嘅審判咧咁。嗱，好得意嘅，而家即係你諗下，如果猶大國實被審判，其他國家唔受審判嘅時候，你會覺得 fair 唔 fair 咧？唔 fair，係咪？咁你如果咁講嘅時候，用咁嘅推算啊，即係話你諗到，喂，原來唔單止人要被審判喎，個國都會被審判嘅喎。國嘅被審判係會造成啲乜嘢啊？佢哋嘅傾覆唔會永遠嘅。頭先我講過，嗱，呢一段嘅裏邊，你可以用幾個唔同嘅角度嚟到去睇。列國嘅傾覆，列國嘅被審判，係帶嚟咗一個好緊要嘅信息。列國都唔好做壞事啊！列國都需要行喺神嘅心意裏邊啊！佢哋要以神嘅心意為首啊！做領袖、做君王嗰啲，喂，你冇諗住你自己自把自為啊！好嗱，首先講第13章。第13章佢裏邊係預言巴比倫帝國將會被滅亡。嗱，喺當時以賽亞仲未出現㗎。以賽亞當時最強盛嘅帝國係乜嘢啊？亞述，係咪啊？巴比倫仲未興起啊，但係以賽亞呢一度嘅預言超前咗好多年㗎啦，已經預言到巴比倫嘅會興起啊！巴比倫嘅邪惡啊，你睇翻啦，佢就用咗魔鬼嘅象徵啊，喺呢一度路西弗嚟到去象徵咗魔鬼啊，即係話佢哋係好邪惡啦，呢個嘅帝國製造咗好多嘢啦。咁但係佢最終極，佢哋都會被傾覆。到第14章啦，就係描寫巴比倫王驕傲同埋滅亡。
咁預言以色列咧係會被擄到去巴比倫，最終係會歸回耶路撒冷。到第15章、第16章啦，就預言摩押受到審判，證明咗摩押人將會向猶大國求助。到第17章啦，就預言大馬色即係敍利亞將會被推毀，呼籲咧以色列咧要遠離罪惡。到第18章係猶太人咧係要倚靠神，而非係其他國家。預言神係將會施行審判。到第19章啦，就係講到預言埃及係將會受到審判，最終同亞述同埋以色列咧一同敬拜神。嗱，呢一度咧最拉尾嘅解釋咧，有啲嘢人會去覺睇乜嘢咧？其實係又有超前啦，係更加超前到係末日嘅時候，同以色列為敵嘅包括咗亞述同埋以色列、埃及，佢哋都會同以色列人一齊去敬拜上帝，即係話講到將來列國嘅一齊去嘅歸順等等，係去到好後嘅時候先至會實現嘅。當然而家唔會實現啦，喺嗰時都冇實現啦。能夠講出呢一番嘅説話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候係會指向到好遠好遠好遠嚇。咁要大家要注意呢樣嘢啦。20章，以賽亞預言亞述西拿基立嘅軍隊會被消滅嘅事件。咁呢度裏邊咧，佢係用咗個意象嚟到去描述到西拿基立，即係亞述嘅軍隊，佢哋會喺敗亡。咁呢個咧就係一個 emergent 㗎啦。咁跟住21章咧，以東將會受到審判啦。第22章猶大國受到審判啦，之後咧將會被毀啦。咁跟住23章預言推羅咧，推羅即係推羅就係喺地中海一個好富庶嘅海港嚟。咁佢哋亦都同樣會遭受到乜嘢咧？就係嗰個嘅傾覆同埋被毀滅。好啦，咁歸納翻呢一段嘅經文13到23章，而主要嘅對象係講到巴比倫、亞述、非利士、摩押、大馬色同埋鄰近國家嘅審判嘅預言。咁而咧涵蓋咗猶大國面臨嘅審判同埋預警。咁而其他嘅國咧，同樣都係需要為到佢自己嘅罪嚟到受到上帝嘅審判。同時亦都預示猶大國嘅未來能夠回歸並且重建嗰個嘅盼望。好啦，得唔得啊？呢一度列國嘅審判好快嘅喎，嗱23章啦，66章裏邊去咗1/3啦，得唔得？3個大段落啦，去到24章，嗱呢度就小心啲講啦。24章講咧就係審判全地同埋最後嘅勝利。嗱，我哋會分開唔同嘅要點嘅。嗱，24、25、26、27咧，你可以睇到4個嘅主題。佢係從7個嘅那日，即係講咗嗰一日猛講嗰一日。咁嗰一日係咩日？嗰日係點樣嘅咧？嗱，咁佢就鋪排啦。24章裏邊咧就講到全地會受審判。25章就講到末世嘅聖言同埋會拆毀啦。另外26章就講到讚美同得勝。第27章就講到審判與救贖。嗱，你要記住呢4章唔同嘅主題係描繪緊一幅嘅圖畫，你要將佢嚟到拼埋一齊，咁你能夠睇到個主題啦。因為佢個主題裏邊咧，常常都講那日就開始嘅。你睇翻經文咧，就係由那日嗰度去揾翻啦。咁跟住那日啦，有7個嘅那日去描述啦。24章裏邊咧，預言上帝將會審判地上所有嘅居民，因為佢哋違背咗律例典章同埋約，亦都描述到結局就係遍地荒涼、空虛混亂。到25章啦，末世嘅聖言與拆毀啦，預言上帝將會拆毀首先係為佢哋預備筵席，一個好盛大嘅筵席，而且係除去咗佢哋嘅羞辱。描述到上帝係拆毀仇敵嘅城牆，而且毀滅一切嘅惡事。跟住再預言到上帝將會吞滅死亡。嗱，呢度裏邊咧有一啲嘅人咧喺呢一章裏邊咧25章就講到咧人嘅死啦，係咪啊？但係咧原來呢度去解釋死亡之後咧，原來呢個死亡之後仲有審判嘅噃。嗱，就係呢一度裏邊攞出嚟啦。即係話人唔係淨係今生嘅，仲有死亡嘅，仲有永遠嘅，仲有永恆嘅。嗱，咁呢個好緊要啦。
同埋咧呢個嘅救贖能夠擦去人嘅眼淚。咁啟示錄裏邊更加認到將來嘅天堂嘅裏邊冇眼淚啦，係咪啊？有歡樂啦，係咪啊？上帝抹去咗我哋嘅眼淚啦。我哋喺天堂裏邊啊，一個新天新地嘅裏邊有一個榮耀喜樂嘅盼望啦，等等咯。好啦，咁跟住到26章咯喎，讚美與得勝啦。猶大對上帝嘅保守嘅讚美上帝嘅公義、信實同埋拯救，描述到義人將來喺末日裏邊會得勝，進入上帝所預備嘅城。嗱，呢度呢個城咧，又 relate to 去到啟示錄裏邊嘅乜嘢啊？黃金街、碧玉城呢一個新天新地裏面嗰個聖城啦喎。嗱，所以你對聖經要嗱，其實我咁多年裏邊咧，我唔夠膽教一卷書，就係啟示錄。因為點解咧？你諗下幾多經文同啟示錄裏邊有 relate？ 你讀唔通之後，你去解啟示錄，你咪解漏咗好多嘢咯。啱唔啱啊？嗱，呢個城咧係同啟示錄裏面嗰個新天新地裏面嗰個聖城有關係嘅。咁所以咧，我哋會留意咯，係咪啊？好啦，咁跟住咧，去到第27章啦，審判與救贖啦。預言上帝審判海中嘅大蛇。啟示裏面有一條大蛇嘅喎，你知唔知啊？又係一條巨龍嘅喎，係咪啊？呢度裏面又有相講啦，係表示到上帝嘅仇敵，即係撒旦。咁跟住咧，預言到上帝將從巴比倫去救贖佢嘅子民，將佢哋嚟到帶回，亦都描述到上帝將喺末日裏邊咧重建對以色列嗰個嘅國度，即係話呢個彌賽亞國度啦。咁啊好啦，歸納呢4章嘅經文。所以點解會叫做小啟示錄啊？因為佢呢一段呢4章嘅經文同啟示錄係非常之關係密切。咁啊讀得會比較辛苦啲嘅。咁啊上帝嘅公義審判世界啦，所以佢配得稱讚，義人必有盼望同埋永遠嘅拯救，喺錫安裏面得安息。好啦，第5個大段落啦，就係譴責背叛神嘅百姓。28到33章，嗱我咧就將佢審判嘅內容啦、預言啦，嚟到將佢嚟到拆開。咁你會睇到咧，由呢一度呢咁多章嘅經文裏邊咧，大部分嗰個嘅信息咧，都係同呢3方面裏邊咧係相關嘅。好啦，28章裏邊咧，首先講咗咧就係警告撒瑪利亞，即係以法蓮、以色列。即係北國嘅以色列醉酒同埋奢華，以及猶大領袖嘅傲慢無知。咁跟住內容就係批評猶大領袖認為自己受到神嘅特別保護，以及佢哋唔信靠神嘅行為。跟住再預言到警告佢哋，亞述將會被興起，猶大嚟到去審判，成為咗審判猶大一個嘅工具。而且提醒猶太人咧，佢哋唔好倚靠埃及，因為當時嘅群臣佢哋主張去投靠埃及，去投靠亞述，去投靠好多外邦嘅國家，但係唔投靠上帝。嗱，呢個其實就真係好諷刺嘅。佢哋係神嘅選民，竟然唔投靠上帝。咁你諗下佢哋即係第29章相同道理。29章裏邊審判嘅內容就預言咗耶路撒冷將會經歷一個圍困同埋饑荒嘅時期，但係最終會得勝。而個重點內容就係描述到耶路撒冷盲目嘅同埋屬靈嘅愚昧，佢哋以及對神嘅嘲笑，咁就預言到係乜嘢咧？就係預言咗末後審判同神嘅公義，以及神嘅將會拯救佢嘅子民。30章審判嘅內容係嚴厲地去責備猶太王依賴埃及，同埋企圖抵擋亞述嘅行為。但係個內容裏邊咧，就重點就係批評猶大嘅百姓咧對神嘅背叛同埋唔信，以及佢哋對神話語嘅漠視。跟住就預言到係猶大嘅背叛同埋會招致失敗，神將會介入，跟住公義地去統治。31章審判嘅內容係警告猶太王
唔好再依靠埃及嘅幫助，否則會招致失敗。嗱，你其實要再睇翻前面先至可以有 related 喎，啱唔啱啊？咁好啦，再睇翻咯喎，就係提醒猶太百姓嘅領袖，只要信靠神，同埋佢哋先至能夠會得勝嘅。嗱，唔好意思啊，講一講先，因為咧我俾你哋嘅筆記嘅時候咧，有一啲嗰個嘅次序咧，譬如幾多號、幾多點咧，係搞錯咗嘅。咁所以咧，即係你睇翻，總之你跟翻個張數就得㗎啦。OK， 你唔好睇外邊嗰啲5、6、7啊嗰啲嘢咯嚇。OK， 咁咧就第32章咧就係審判嘅內容，預言咗末後嘅審判，因為猶大百姓背叛同埋不信，佢哋會受到審判啦。咁跟住就係描繪咗一個公正嘅統治，就係末後一個公義嘅統治者。跟住呢一章裏邊預言咗末後嘅日子將有神公義嘅統治，同埋咧佢會拯救佢嘅子民。到第33章預言咗末後將有一場嘅審判，屆時亞述將會被毀滅。而個重點內容就係描繪神嘅公義嘅審判，以及喺審判裏邊咧拯救佢嘅子民。嗱，所以咧喺呢一度裏邊咧，你可唔可以睇到啊？全部都係講審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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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係咪啊？哇，好悶喎，係咪啊？真係好悶啊！我嗰時睇落去咧係非常之悶。咁另外咧，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咧，嗰個信息裏邊咧，你如果你唔留意翻佢常常嘅出現嘅説話啦，嗱，讀聖經裏邊咧就係譬如話我哋要留意禍災，咁佢呢度咧就好多個禍災啦，禍災禍災，即係慘啦慘啦咁，即係其實係咁表示啦。咁而咧佢呢邊講到禍災嘅時候咧，其實佢嗰個信息咧就係其實講到嗰個審判啲乜嘢，帶嚟咗啲乜嘢，跟住會講到哎呀我哋點啊點啊點啊點，跟住就會預言到啲乜嘢啦。嗱，你了解頭先我俾你嘅呢個筆記嘅時候咧，你咪了解到個內容，跟住個重點係啲乜，而跟住再講翻嗰個預言嗰個信息，咁你咪 get 到晒咯。所以咧呢一度喺呢一段呢個嘅段落裏邊，從28到33章呢個段落嘅裏邊係重點講到審判，審判好 serious 㗎。咁所以咧睇落去咧就除咗好悶之外，另外咧就好驚。有冇人諗過有一日係面對上帝嘅時候，面對審判，你會有咩 feeling 啊？冇諗過。你預備嗱，每個人嘅生命好快唔知㗎嚇。你預備好迎見神未先？冇得預備嘅。冇得預備，唔係我隨時有預備㗎。即係點解咧？我成日都祈禱啊！上帝，如果我今日有咩罪咧，求你赦免。隨時預備自己啊！因為你唔知你嘅生命會幾時 ending 啊，啱唔啱啊？你既然喂呢度咁多經文都講審判，喂你驚唔驚啊先？喂講咗咁多嘢咩？佢講嘅主題就係要講審判喎，你唔怕審判㗎？唔好做壞事咯。係啦，啱，唔好做壞事，係咪啊？啱啱先？我冇做壞事，如果我要面對審判，我唔驚啊，係咪啊？嗱。唔係同大家講笑，係 serious 㗎，真係㗎。因為我睇完呢段經文之後，我諗下係好鬼悶啊。不過我諗下，咦係喎，係㗎，提醒緊我㗎喎，啱唔啱先？係咪啊？即係嗱，不知就這不罪啦。嗱，而家你知道啦，聖經咁嚴重講到咁多嘢喎呢段，咁你仲唔醒？唔知醒，繼續沉迷，繼續喺度玩，繼續 happy，唔好咁啦，係咪？講完之後，嘥咗我咁多時間同你講呢個咁重要嘅主題。好啦，咁跟住個重點就係，即係其實喺裏邊咧係好強調到嗰個罪惡。佢哋唔信神，生活上偽善嘅宗教形式，相信埃及，相信亞述，因而遭受到嗰個責備，招致審判。喺末後，上帝將會施行公義嘅審判，拯救佢嘅子民。相信嚟到去，譬如話嗰啲相信上帝嘅人，佢哋能夠得救贖，進入彌賽亞嘅國度。34章到35章係另外一個段落，第6個大段落。第6個大段落裏邊咧係代表咗神嘅審判。審判乜嘢咧？
審判神嘅仇敵以東。以東係代表咗神嘅仇敵。咁咧個內容就係由以東開始就審判啦。預言以東將會荒涼，變為野狗嘅住處，充滿咗荊棘同埋毒蛇，冇人居住。而公義嘅彰顯喺呢一場嘅審判裏邊咧，上帝對世上嘅罪惡一種嘅公義嘅報應。好啦，嗱，頭先有講到對佢哋神家嘅子民猶大國嘅一啲嘅審判啦。而呢一度裏邊咧，呢一個嘅段落嘅裏邊，其實亦都係再將對列國嗰一個嘅終極審判嚟到講出嚟咯。用以東嚟到作代表，34章。但係第35章咧，又係另外一個角度喎，救贖。調翻轉嗱，因為咧喺第35章嘅裏邊咧，係描繪到咧曠野嘅歡欣喎。得人無端端會講呢個曠野有歡欣嘅咧，係描繪出一樣嘅嘢，就係話，因為上帝嘅救贖帶嚟咗生機，帶嚟咗喜樂。而跟住咧，佢哋重獲力量，面對佢哋軟弱嘅人生，重新得力。嗱，咁所以咧，35章如果作為一個 ending 嘅時候咧，喂，講咗咁大段嘢啦，第35章咧，哇，原來講到好 happy 喎，佢哋喺個荒漠嘅曠野裏邊，竟然歡欣喜樂喎，哇，係咪即係好似即係睇粵語長片？哎呀，好咯，我哋就擺除咗苦難啦嚇。咁啊有依靠啦，係咪啊？蹦到個好人家啦，我哋以後咧就可以安居樂業啦，咁係咪？即係好似要睇戲咁樣，一個好 happy 嘅 ending 啊！第35章，咁35章裏邊咧就講到咧，佢哋重獲力量，而跟住咧就係應許得救嘅應許啦。強調咗上帝嘅拯救將有帶着喜樂同埋一個永恆國度嚟到佢喺當中嘅裏邊，佢哋讚美上帝。咁所以咧讀聖經咧，你逐章去慢慢睇嘅時候咧。嗱，下一次嗰幾卷書我就唔會咁樣同你講㗎啦，因為冇時間。但係呢一卷書我係最熟，所以我將先知書裏邊呢一個咁重要嘅特色咧，同大家嚟到分享。好啦，得啦嘛，搞唔搞得掂？從第一章到而家第35章，得啦嘛，個信息嚟㗎啦，好緊要啊！大家記住咯。好啦，咁跟住咧就歸納。審判救贖成為鮮明嘅對比，預示上帝將喺審判之後帶嚟咗救贖更新，而兩章串連起一個審判同救贖嘅預言，係以賽亞書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章。呢一章第35章係非常重要嘅。好啦，咁跟住咧36章大家都知啊，頭先我講咗重複咗幾次啦，希西家事件嗰個歷史角度，我就唔講啦。去到第40章到48章。40到48章嘅時候咧，我哋會睇到一個好緊要嘅進路。個進路就係過渡咗啦。咁而家40章開始嘅時候咧，就講到上帝係以一個安慰嘅話嚟到開始嘅喎，宣告上帝嘅榮耀將會臨到耶路撒冷，而且教導世人要認識到人與神之間嗰個巨大嘅差異。嗱，呢一章嘅經文裏邊咧，就係有好緊要嘅經文嘅喎。疲倦嘅，他加力量；困乏嘅，他加啲乜嘢？好似鷹展翅上騰，你哋會重新得力。你睇下有一段經文喺度嘅嚇。咁同埋咧，即係好呢一段嘅呢一章嘅聖經裏邊咧，係帶嚟咗一個新嘅一個嘅開始，新嘅盼望。因為成章聖經嘅裏邊，你會睇到嗰個歷史之後，哎呀慘啦，預言啦。咁你會問翻一個問題啦，即係譬如希西家，佢知道佢將來會亡國啦，會點啊？唔緊要，去到第40章嘅時候咧，即刻好似補飛一樣，即係補翻個飛嗱，你唔使驚啊！嗱，你最緊要咧點啊？信靠上帝，投靠神，你知道上帝一定會救贖嘅。嗱，咁就係有咁嘅用意喺度啦，個鋪排。好啦，咁呢一章聖經裏邊咧。即係俾一個好安慰嘅説話啦。好啦，咁啊去到第41章，亦都預言到咧，將來東方會興起一個嘅國。其實呢個東方嘅國係波斯，嚟到幫助猶太人，亦都斥責所拜嘅偶像係冇用，因為佢哋成日都要拜偶像啊嘛。咁咧就依靠偶像啊嘛。
但係將來咧喺呢個預示到將來佢哋雖然會被擄，但係上帝亦都為佢哋預備咗一個嘅救贖，佢哋會被擄歸回。4章就講到介紹咗上帝嘅僕人啦。呢個僕人咧係將佢哋帶嚟咗一個公義同埋盼望，描述呢個係會點樣嚟到行事嘅。到43章係宣告上帝喺以色列咧裏邊咧嚟到去將佢哋嚟到救贖，喺巴比倫裏邊嚟到救贖，用詩意嘅話語描述到歷史，強調咗上帝嘅信實。到第44章強調咗上帝係唯一嘅真神，再一次斥責偶像嘅虛無。嗱，呢一度呢一個段落裏邊咧，係用咗好多嘅篇章係講到偶像嘅無用、神嘅真實、神嘅可靠，偶像會摧毀，偶像會不可靠、不可信，上帝係可信可靠，常常都係用偶像嚟到去同上帝嚟到做一個對比。好啦，咁去到第45章，宣告上帝將會興起古列王啦，嚟到毀滅巴比倫，猶太人咧就會得釋放，強調咗上帝嘅旨意。到第46章啦，諷刺巴比倫嘅偶像，指出咗佢哋無法拯救自己，更加唔好話佢哋能夠去救人。第47章宣告咗巴比倫將會滅亡，咁而跟住咧就係描述到佢滅亡係會好痛苦同埋無助。到第48章，呼籲以色列人要聽從上帝嘅教導，並且預言咧佢哋將來會翻到去耶路撒冷裏邊，會重建聖城得榮耀。而歸納翻呢一段嘅經文裏邊，我哋可以睇到就係佢哋係會被擄到去巴比倫嘅預言，主要係有一個安慰嘅信息，俾佢哋有個安慰，宣告上帝將會介入施行拯救，亦都咧救佢哋能夠脫離巴比倫，亦都駁斥偶像崇拜嘅虛無，就係咁啦。我哋用一個重點聖父俾你記得神嘅大能。咁跟住講到聖子咯，我就用咗僕人之歌裏邊嗰個重點啦。聖子即係話預言到耶穌啦。咁呢個係第9大段咯，由49到第57章係講到聖子啦。先至係受神嘅差遣，預言被擄歸回嘅復興。咁跟住咧，強調咗神對以色列嘅看顧。到第50章啦，就係描繪受苦僕人嘅形象。佢雖然經歷咗屈辱，但係仍然持守信仰。到第51章啦，咁咧就係鼓勵以色列人咧要信靠上帝，記住神嘅作為，因為神係公義嘅拯救者。好啦，咁跟住咧就去到第52章咯。52章咧就預言到耶路撒冷將從被擄之地得釋放。咁跟住咧成為咗公義嘅象徵。嗱，神話一定會耶路撒冷一定會再次興起噶嘛。雖然被列國嘅蹂躪，但係佢將來係會被興起噶嘛。咁咧神係信實噶嘛。嗱，我就話你可以睇翻呢段經文，神嘅信實嚟到彰顯俾你睇啦。咁跟住去到第53章，我哋好熟悉噶啦，呢個僕人之歌，受苦嘅僕人嘅詩歌啦。預言到咧呢一個嘅彌賽亞為世人嘅罪而犧牲，擔當佢哋嘅痛苦啦。咁去到第54章咧，就描繪到以色列喺復興之後嗰個廣闊嘅前景，強調咗神嘅恩典同埋嗰個嘅恩賜啦。去到第55章，向所有尋求者發出邀請，俾佢哋能夠到神面前得到永恆嘅生命。到第56章，警告嗰啲不義嘅人佢最終極嘅結局，教導佢哋點樣嚟到遵行神嘅旨意，而描繪咗以色列人拜偶像嘅罪，呼籲佢哋嚟到悔改。嗱，呢啲嘅信息咧，我咁樣講咧，其實大家而家仲 get 唔 get 到啊 ？get 到啦嘛？俾個表示我啦，因為再繼續講落去咧，會好辛苦嘅，因為講到新天新地咧，即係都幾難去嘅。好嗱，咁跟住咧，我哋會歸納翻呢段經文啦。好簡單嘅啫，神係要興起公義嘅僕人，藉住救恩帶進全世界，應驗咗喺主耶穌嘅身上。而上帝亦都表示要用佢嘅僕人古列王將以色列人釋放。
巴比倫係會受到懲罰，而神嘅僕人咧係孤單地忍受嗰個嘅苦難，然後救恩先至會臨到。而義人必因信得生，義人因信得救恩。咁所以咧，我哋好多時候喺復活節嘅時候咧，常常都會攞以賽亞書嘅第53章嚟到去默念基督嘅救贖。好啦，最後一個段落，呢個段落就係講到預備進入新天新地啦。我哋用聖靈，點解會用聖靈咧？呢度裏邊咧，神嘅靈啊，神嘅靈即係指聖靈啦，有曾經出現過。咁而另外咧，就係亦都提及到，因為聖靈使我哋更生啊嘛，讓我哋個生命改變啊嘛，係咪啊？嗱，你睇到咁多段經文啦，原來上帝救贖嘅計劃逐層逐層對猶太人、以色列列國嘅審判，跟住到再講到佢哋好多唔同嘅嘢，叫佢哋回轉歸回，從歷史嗰個進程去轉變，佢哋經歷咗教訓，而之後佢哋仲未學醒嘅話咧，就好失敗啦。咁但係佢哋會知醒，而將裏邊咧一樣嘢就係話，上帝為佢哋預備救贖、預備救恩呢個嘅耶穌基督呢個彌賽亞嘅出現，再跟住生命改變啦。如果你嘅生命仍然未改變嘅時候，點樣嚟到去進入神所預備嘅新天新地裏邊咧？嗱，你要記住咁個概念嗰個進程咧，你就知道以賽亞書原來係想講呢啲嘢。好啦，咁我哋睇到58章，強調咗禁食嗰個嘅真正意義同埋公義嘅憐憫，唔係在外在嘅儀式。59章係揭示罪惡點樣阻礙咗我哋同神嘅關係，預言到彌賽亞嘅到來。第60章展望彌賽亞時代榮耀同埋萬國會歸向以色列。第61章係講到彌賽亞嘅使命，包括咗傳福音、醫治同埋釋放。到第62章係呼籲耶路撒冷新嘅名稱，強調咗佢哋被愛嘅地位。到63章描述咗彌賽亞嘅戰爭同埋勝利。到第64章係祈求神嘅介入同埋更新。嗱，呢個好緊要。頭先我講過，如果你個生命唔改變，你點去迎向新天新地呢？65章講述到新天新地嘅應許，包括咗公義嘅新居所。到第66章以新嘅創造同埋神嘅榮耀作為結尾，預言新天新地將會接待信靠神嘅人，審判不信者。嗱，咁就讀完咗啦。咁所以咧，即係呢一章裏邊咧，好強調到我哋要認罪，我哋要悔改，同埋咧喺神榮耀嘅角度裏邊咧，我哋一定要忘記一切嘅憂傷，而耶路撒冷嘅仇敵亦都會全部被消滅。神以無比嘅大愛，盡力去拯救背叛佢嘅百姓。神甚至賜下新天新地，佢要除去一切嘅罪惡，而人係要面對嗰個永遠嘅審判。呢個就係以賽亞書裏邊，你可以睇到喜樂嘅一面，同樣你亦都會睇到一個憂愁嘅一面。因為憂愁嘅一面就話，你仍然再沉醉喺嗰度嘅話，你唔悔改，你唔回轉嘅話，我幫你唔到啊！呢個就係去到呢個位啦。我有一次好深刻嘅感受，因為查經班裏邊咧，其實我哋幫人咧有個底線。如果佢查經班裏邊咧，我有一次就係嗰個感受好深刻嘅。我話阿弟兄，你快啲信主啦，因為我哋作為你嘅朋友，我哋只可以話俾你聽，你快啲回轉歸回啦，因為係你嘅決定，唔係我幫你決定，係你自己生命嘅選擇。我話我哋到某一個位，我哋知道我哋將來會去邊，但係如果你都相信將來你會去邊嘅時候，而我哋進天堂，你仍然你知道你要將來會嘅路，你會去點嘅時候，我會為你難過，但我幫你唔到喺到時嗰一刻，因為你仲未信。你得唔到永恆嘅盼望。嗱，呢個咧就係令我俾我諗到一種好傷痛嘅一種嘅感覺，你明解嘛？
有好嘅朋友或者有好嘅牧者向你去提醒到，喂，你哋關心下你哋將來永恆嘅事啦。我哋喺查經班裏邊，我會關心到，喂，你快啲信啦。有啲人係真係好心硬喎，打死我都唔信㗎咯。同你喺度喺度拆，喺度對拆，喺度對抗，講好多嘢。嗱，我哋列舉咗好多嘢，列舉咗好多資料俾佢，或者佢聽講咗俾佢聽㗎。但係佢仍然個心唔信嘅時候，冇辦法㗎喎。我哋到某一個位要停㗎啦，知唔知啊？先知亦都係一樣，講咗呢啲信息俾你聽㗎啦。不過你如果仍然都係無動於衷嘅喎，我繼續我嘅生活，你有你嘅忙咯，咁你咪你信咯，咁係咪？咁我幫你唔到啊！你聽完咗呢2堂嘅以賽亞書，你可能你都會對呢個以賽亞書裏邊做乜講到咁嚴重啊？關我咩事啊？你都可能有咁嘅心態喎。但係諗清楚，點解聖經裏邊66章嘅聖經講到咁強調嘅審判嘅信息啊？但係審判之餘又有拯救嘅信息喎，點解會咁矛盾啊？咁你會即刻好 complicated 會覺得係咪啊？我開頭都會咁諗嘅，但係我睇通咗啦。聖經話咗俾我哋聽，審判嘅信息，上帝一定會做嘅。歷史證明咗啦，因為列國都會傾覆啊。從列國嘅歷史，你會睇到原來上帝嘅大能，佢係掌管晒成個人類嘅歷史。而呢一度裏邊更加強調咗乜嘢啊？最終極嘅審判信息。但係若果信嘅人，佢會點啊？進到去新天新地裏邊得救贖。喺當時嘅世代嘅裏邊，佢哋好難會明白到點解會上帝有餘民歸回啊？係咪啊？俾咗你睇咯喎，上帝唔係假喎，上帝唔係講過嘢就算喎，真係有餘民歸回喎。喺歷史嘅裏邊曾經係出現古列王釋放佢哋，佢哋未翻到去耶路撒冷裏面去重建個噃。咁真實嘅歷史俾你睇到啦，你又唔信。耶穌嚟到啦呢個世界裏邊啦，我話你又唔信，啊我都係幫你唔到啦，係咪啊？我就真係好有咁嘅感受咯。嗱好啦，咁下邊嗰啲咧，即係研經式嘅進路啦、主題式啦、有3重嘅導論啦，都係將嗰個信息喺裏邊再重新 modify 嘅啫。咁咧我就費事多講啦。咁你再重新了解到我今日所講嘅信息之後咧，你就會能夠慢慢睇到嗰個嘅研讀嘅進路啦。咁譬如話有3重嘅導論啦，預言以馬內利嘅出現啦，外邦嘅預言啦，救恩史嘅啟示啦，受苦僕人之歌嗰度嗰啲嘢啦。咁跟住咧有其他信息啦，神嘅聖潔、上帝嘅同在、錫安耶路撒冷啦，將來嘅和平與復興啦，同埋呢本書對後世嘅影響、初期教會嘅影響啦，另外歷代宗教文化嘅影響啦等等。咁咧就非常豐富嘅呢本書。咁大家慢慢睇，唔明嘅話再問翻我啦，好唔好？咁有啲思想問題，咁我唔再多讀啦。咁而家已經咧 overrun 啦，今日呢一堂。咁有咩問題可以再同我討論啦，好嘛？